人人为我啊！爱付之飞，爱何东强，乃潘佑竹。阿姨就把阿松交给你们喽。你们这种人就是笨，手脚又慢。要不是因为我啊，哪有办法得到这奖状？为什么要那么鸡婆啊？阿松要是出事，我要怎么办？你的那么官司费啊，事情就会发生哎。资肥，董强要结婚了。哎，告诉我，你怎么可能这样？想说实话的时候你再来找我，不然婚也不用结了。他有个故事跟我讲，他讲完以后，我就决定这样讲你讲。我想讲这件事情，真的因为你搞砸，你会内疚。他全歌进暗流里。原來那是對不可能對面。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好空比波》。家下好，大家有看到吼，也一趟好精彩的影片咯，也就係好，人家叫客家天師的天養演吼，又有咧新嘅作品嘅哦。杭州嘛該咧就係四特的一個國中生歌後哦，聽到也名吼真係係動神氣吼，唔係喺啲做乜嘅戲嘅吼。其實吼也戲劇咧，啲上禮拜六嘅時節吼已經播出嚟第一集嚟哦吼。故事咧根本呢吼就有搶到嘅吼，啲劇中吼喺男女嘅主角嚟到現場，老大家吼分享一下吼，也係用嘅戲劇咯吼。首先咧就嚟分享吼，就係啲第度咧，算係咧男主角嘅吼，就係大家輕熟師嘅總三名吼。大家好，我係總三平。好，而家喺啲做戲係冇，我係知肥，我冇想去人講法。好，你就跪攝就安尼好嘅。好，你看，我上堂嘅講法，我記得禮拜六按部頭10點半看戲就出嘅。不過你係禮拜六，我活潑一下啊！這禮拜六，你係禮拜六哦，下晝哦，你做啲先看體習。係冇看到嘅人。真嘅，因為你上禮拜讀到金曲獎。可能大家就冇看到。係，當然看金曲獎，可能怕冇時間看到嘅呢客家嘅戲啊。所以禮拜六嘅時間下晝頭就做啲各看一擺啦，吼。1點啊。係。當然1點哦，1點開始，你做嚟看點半鐘。啊，按部頭10點半又做嚟看體習。連3點看。真運動好看，好咧。係支持。係，家下有小嘅吼，有看體習嘅人吼就啲吼，廿三味咧就係吼太嘅高校嘅支持哦，還有順豐咧就係吼哇3劍客第度嘅吼。做唔得揀呢啲嚟嘅細妹吼，就係黃皮子佩慈哈。大家好，我係王皮子。我在戲裡呢是竹跳煙，竹跳煙，我係竹跳煙。冇人嚟啊！你唔係行人係冇？唔係行人咩？嗬。唔係行人，總之係客家天師就會講客家啊。係咩做得啦？唔是講佢，大家講都戲地度啊，其實客家廣東話。係啊，佢唔但唱會講客家，唔通會講人印尼話係冇？印尼嘅話咩？哦。阿佢講嘅真係要教嘅咩唔對啊？真勁嘅好冇？客家天師好冇？唔係禮拜六我就聽佢講，啊咁你然後就想。說講真呀，講假誒，講真呀，真的係假真的真的，真的說真的，唔記得了吼，呀哈。我現在要叫你講應該忘記。你幹嘛個事？Lagi。對你那個是誒安子生，知道。唔講吼，家下吼有講嘅按道吼呀。唐到吼，希望看體習嘅人吼，做啲老太家小記下，也擺名吼，唐到嘅時節是誒，伊咧國中生。唔係按你完成式哦，係高校，就感覺還有高校會發生乜嘅事情哦，就按你故事就按你下去吼，做啲現場也好，三味做啲用客家吼，老太家小記下也鋪戲劇哦。四個13國中生高校吼，你因為我因為講你故事啊，我總唔得講當多，因為我哋阿講嘅啊，大家環節可能啊，就攞聽一些吧，第3、第4。關鍵啊，就冇寫有什麼就講出來。你第尾度學人講嘅，所有嘅故事就對了。國中生四特高校，隔了幾多年？4年。4年。你這樣提講啊，原來嘅時節嘅四特係有原因呢，係乜嘅原因？其實都唔得講啦。慢慢的，大家就可能。嗰時候也在戲劇老頭擺啊，啲客家天師作為當到嘅偵探劇啊、驚悚劇，係冇講講，係一開始。
就老唔讲诶，真景不会有人死哦。真嘅有意思。就有故意思。我不下一年咧，可能講一問講，那時啊，貴族神怎會死啊？其實大家就真關心問講啊，然後其他就應可能講啊。冇事咧，冇事咧，啊，冇事咧，冇事咧。你講啊，你個鏡頭吼，從樓梯安尼翕吼，你下觀眾懂厲害哦。懂會團係咯，冇人嘅可能是講啊，都會嘛，都會咧，因為你啊隻鏡頭誒對下坡安尼鋪啲嘅樓梯有冇？然後安尼就講啊，等下就會跌下來。也不是個就啲哦，不過大家就想哎，我團隊誒，基本是沒有。啊，你喺故事上考試，基本上還有懂多啲，反映啲蠻現在嘅社會啦。因為你睇很多路況啊，你看到有人死咗，然後佢天數嘅時候，唔算佢幹，當然有人講。唔好去哦，你攞去天數啊，叫佢咬定咯，天天佢係啊，佢高身體佢小體唔就快咧，就係唔開始佢。不過有懂得人呀，他就會搶喺大天花聽聽，有冇喺大天花安尼，就冇親自安尼去救佢啊嘛㗎。唔敢嗎？係。嗰時候你啊去應可能想講，唔算係喺安尼人。我就識讀到有人嘛個。被休克的時間，我有學過嘅嘛個 CPR 的時間，真係敢用冇？唔敢嘅，我唔點樣用啊！嗰時間我想啊，我做啲救急，唔過旁邊當然講，冇，佢看起來當場冇咧跳起嘅啊，那安尼去救急，錯也唔錯啦。嗰時候應可能做啲想，你睇人啊，心地都很用嘅想嘅，還有你睇，你看這裡面從2013到2028，這4年呢，你還可以看到未來。你看到未來，你會懂緊張嚇，係咪會變安尼嘅感覺？真緊懂得。係，啲呀哈吼，剛才有看到吼，有一些嘅畫面吼，感覺就懂科技感，懂蟲啊，有飛碟哈。係，跟唔係快嘅嘛，係真勁嘅世界嘛。動畫，就在劇情地位度上嘅4年過後嘅安尼。唔過啲地圖剛才有看到，係有2013年，就係今年，好今年嘅沙飛，還有未來吼2028年嘅時間，就係泰嘅時間就會唔做嘅，還有呀批次唔做嘅吼。嗰種唔批次啲地圖唔留資費量啥，就係外勞的，外勞係安尼講唔係，係外籍勞工，對，現在你還沙飛，冇啲地圖講嘅新台灣之子哦，新台灣之子哦，吼，唐有了董後堂吼。可是你啊真緊哦，會發生了。有一次啊，我做台灣青年人嘅時間，去高雄，機片啊，幾隻總條全部係人講嘅外籍新娘。嗰時候你做得上，10年過後、20年過後，還有人講嘅真緊完全純種嘅台灣人，可能冇喲。可能會按你嘅沙飛會因為你下老公來，其實做得都係。結婚啊、生子啊，乜嘅，嗰時候印度，你啊以後哦，你啊故事，因可唔可以想講係哦，你尊重佢哋哋呢，做唔得因係咪講你外勞啊，你講，係咪你台灣可能佢哋就主宰？係大眾就錯嘅，大部分就印度不講幾多幾多，唔講你啊，喺台灣人口結構、人口組成的，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就會將安尼。唔講我知道嗰一篇吼，青苔真勁係批次地度嘅謠言呐，吼，其實呢時間可能啲嘅配景當中吼冇琢磨暗度啦。唔講你睇嘅，哎呦，你有冇變做一類企業家嘅感覺呢？對啊，做啲老太太講一下你周小燕呀嘅角色冇？講下法。哦，小燕啊，講下法太難了。小燕這個角色啊，對，小燕她在裡面算是家裡家境最富裕的，然後她算是。這時間看唔出來呢。掏出來啊！因為她算是繼承家裡企業啦，但是她不是說是那種驕縱的千金小姐，她只是就是把握當時的一個社會機會，然後把家族企業綠色能源開發的這個生意給接管下來。對，所以她在裡面4個小孩裡，她是比較早熟的，然後順遂的一個孩子。可是在這4個裡面，因為我每次都想要跟他們結拜，他們都不讓我加入啊。對啊，所以有時候很像妹妹。暗戀我啦，那劇情呢？有暗戀嗎？還明戀吧？有一點啦，還明戀呢？沒有，我覺得那個就是那個同學國中生，大家會講，我喜歡你，但是不會直接講。但是你感覺出來，幼廚他們一直講，就好像可能講一講就有一點了。但感覺出來有特別關心的那種感覺。其實一直到最後面。
到底会怎么发展？从剧情里面看不出来。嘿，看唔出。其实大家做在伫看的时间吼，可能有动到很枝微末节地方吼，就做在看到也出体卡地度的用心，迄看得出来。从一下有看到可能大家有看体系的人吼，就知道呀，体系地度有大部分就系细时间，伫个时间的转换上，大家爱详细伫看哦。一下的迄2013年迄一下，一下的又变做2028年。唔过2028年的可能有上时会知道，哇，数据变到按先进哦，好。唔过有看到的时间建筑物，有冇嘛个变呢？可能就会这样子，因为呀哈可能大家就唔知道讲，15年过后会变做样诶，可能台湾可能像三明没有讲到，可能会复古吼，北古安尼倒退没有可能吼。不过你看底部都讲那个新能源哦，就太阳能，厉害！你看在拍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还没有在这么热络的冲两满天之中，太阳会讨论大概核能啊，或者什么啊，我们反核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懂得安的议题。不过在这个戏里面，当他剧本成型的时候，做就讲安的事情。不过就会讲，太阳会想2028年的时间，算了用的黑马盖呢？到底有没有核能厂建的吗？还是俩哈黑用太阳能？能源有嘛冇共用安尼？太阳做的想一下，台湾的太阳能板输出第2大呢哦，真劲啊！就夹不下做诶，你不卡做就剧情你会入场有这样的哦，不是你会想一部分黑暗的哈，啊，不过还有一张像俺工作的便利商店，15年过后，其实俺去感没吓到，当我看到那个场景，我也吓到，因为我内心想的讲便利商店，因为俩哈便利商店大家都有印象没？就。营业批光鲜亮丽，马盖就有，马盖就有啊，设的东西啊，就还有店内做的安尼做的设，唔过唔个家咧用为安尼倒推喏，倒推啊，因为经济啊，系冇？对，经济整个崩盘啊，这一些连锁企业都台湾做唔下去也没，因为就变成缩小，变成就是区域化、社区化。那列给店嘛，就是应付可能这里面的可能100户住家，你能买嘛该插播了买啊呢，就没穷量嘛呢连锁啊有个概念，因为俩哈真给哦，便利商店可能有几个不同的牌子在台湾全部按都啊，可是当它全部都炸满之后，可能它会往后不进则退嘛，可能太多会给推好了变啊呢。古手啊，这个看到那些场景，还没吓到呢。我自己也上了一课哎。古手你解释高晓你做得了解吗？我做得了解啊，我做得了解。没有可能就错嘅。就是社会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因为到底位度，他还认真看。好不好个盐一包几多钱的时间？俩盐啊，可能一包85啊，要1磅咩？不过都戏里面的这个盐。做得看一下。500克哦。就钱冇用。不过俺没有发现到，就喺小燕拿钱的时间，钱没冇共用的吼。CC 一种就1万克呀。对啊，因为可能那时候已经通货膨胀了，对啊，所以就像尚维说的，可能就是有点预言在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危机或事情。货币不值钱了。古时候啊，大家吼有谈到吼，也是诶，一类各种性高晓吼，也说戏剧地度吼，唔但像刚可能谈到吼啊，用暗鸟上游嘛，其实地度係动有故事的哟，有动到某圈嘅语言啊，还有亚哈发生嘛个事情，也现推还有未来吼，将来会有用嘅故事，而来实现本大家喏，亚哈好先来协看一下，等下咱报本大家啲哦。